佛陀喺法句經中俾咗我哋一個深刻嘅答案：不以惡報惡，以德報怨，方得止息。呢個唔止係智慧嘅話語，更係一種超越仇恨嘅修行之道。仇恨嘅循環從何而止？佛陀指出，仇恨不能止息仇恨，只有慈悲與寬恕，先至能夠真正終止呢場無止境嘅輪迴。當我哋以惡報惡，只係喺度延續痛苦；但當我哋選擇以德報怨，我哋唔只係放過對方，更係放過自己。呢個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內在嘅力量，一種嚟自覺醒者嘅勇氣與智慧。呢種力量唔係嚟自外在嘅權勢或語言嘅反擊，而係嚟自一顆清明嘅心，能夠睇穿仇恨嘅本質，不被情緒牽引，不被報復所吞噬。